收看《向前通到飞》，大家来小飞，又见面了哦！大家好，我是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见面了咯，歡樂嘅時間要來了哦。係啊，要做啲觀眾朋友，大禮拜上同你一定啊，就定一邊熱。等嗬，呢個精彩嘅表演嗬。係啊，到底一禮拜有乜嘅精彩表演？冇錯。電視機嘅前面呢，觀眾朋友馬上去練習，馬上去學習吧。係啊，我同你講，呢一條款嗬，臥虎藏龍，哎呦，那麼多，高手滿天下。哎呦，有滿天下，滿街都是就對了啦。哦，那一定啊，有相當專業的評審老師在，對不對啊？冇錯，今日來介紹3位評審先生 ，TV 介紹龔友彬先生、王信輝先生。苗栗縣運動部頭正業公會理事長葉水明先生。龔友彬先生、蕭研究先生。既然按精彩哈，冇錯，就嚟看表演了哦。好，接下來看第一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钦定呢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嘿。點起龍族來滿堂講，照亮兩件嘅河湖床。三面水秀前風涼，天機穩固就萬人床。心機樂神透天堂，平安順遂五世長。千片河遊斜多長，希望推出財王來，出財王。我都7個啦。見不要你熱心喎，多兩下忙又看到我老姐嚟撈嘅蝦媽咧，該睇好姐嘛，都讓我出空咧。喂，來咧！入堂老後還未上，去嗌三鋪做兩鋪就到大堂，老後姑。家門來先那先的我呢個。喂，家我做什麼？家門街老後姑，你嫌我做乜嘅喲？該中似大扮模啊！哦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經準備好晒嚟啦，等我行到隔壁連生來聽數就做得咧。哦，個夾好意行。隔壁連生。基本上7個嘅事喎，家個聽說總持大班咧，好似係驚嘅哦。剛才出來看下咧，準備到樣嚟去。再呢，你看呐，傳統模式嚟硬確，長燈擔杆確落索，泥作做條棟梁鑊。還有中橋木隨隨用樹插，有車哈，做得。個東西準備車，佢是冇辦的咯，行到氣泡暖水咯，東西準備車來哦。大家都準備好了哦，該開始來辦的咯，如漢上來聽數哦。要種好。可能我班年人沒好了，第八啊，聽說班年人都出來搶銀行啊！該好，夾夾來，銀行當多哦。
七八元元最如命，大家是真存太钱，好长好荣华富贵万万年哪都有。七八元元最如命，大家身尊存太钱，好长好荣华富贵万万年哪都有。掌声鼓励哦！三下三期发展协会哦，带来个精彩的表演。当时迄沉淀时间有真特别、真奇怪、真感人的故事没有？演员系咪？哦，哦，我喺99年開始哈，因為有安尼文化局，本了就付出，講有師資費，我出組一個歌唱班，歌唱班入面安尼個隔壁連沙知道我哋當草，啊，所以。才100年的時間，我就改換兩個三角菜場，用意就係來傳承安尼客家文化。所以呢，所以我哋會陶器、三夫，我係講講話，曲前，唱歌嘅歌詞，總之就一家變呢，希望表演都按完整，好，我能大家看到最熟熟。哦，可能是評審先生用版看法咧。來，有唱到那個阿狗子啊，也真件厲害，也理事長袂帶，真件理事長唔動腔，好阿厝做來真件當神氣，當到位，好嘅那個阿丹，你做得按叫你，客家人個叫妮妮嘅，叫妮妮，有難叫嘛？叫啊！哎，真件當厲害，哈，來現呢一來來，嘅來現呢一來來，按好浮琴搭配得很好，呀舞蹈更是沒話說，真的，好，所以按配合來到真嘅係當真。懂厲害，專業啦哈，謝謝專業，真的很棒。有想講出嘅呢樣表演嗎？剛去哪裡？北京。我們有去過，去過天津。北京、天津。出去而已啦。你們2條哦？就演半天是不是？就演半天了是不是？沒有啦，他的時間也是有限。也是有限，有沒有限啊？嘛係有限的。哎呦，下一擺阿姊吼出過去表演啊，也係講吼，因為開個演唱會嘅時間，要做得唱，係啲唱歌啊，阿燕啲三腳踩。愛現啊，冇做對啦，同天都做得，所以我哋擘開都即刻來。哎呀，那個專業的表演吼，能夠搬上這個演唱會的舞台，我覺得也是不錯。而且融入到我們很濃厚的那個客家文化。因為客家就愛叫拗嘛，客家人啊，係冇千兩間客家文化，其實表現出來本大家人聽，國泰世界人聽，唔會差。看分數，拿獎金。咁樣來看3位評審先生有認同一致同歌嗎？今天有沒有覺得很高興、很興奮、很過癮？有，感覺不出來。一致同歌嘛，來，聽得呢？聽，謝謝，恭喜啊！記得啦啊，記得。恭喜大家，恭喜那個理事長哦，輝良無法講，哦，評審欣賞咩無法講。下一陣係做得了冇？做得了，甲強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
送上鼓励。哎呀，请欣赏以后。谢老师来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人家的黑展梦园艺术舞蹈团。哦，你一手交办的。还是都是你的讲一下学生哦，他们我们有青少年也有儿童，那他们是青少年、儿童，还有成人，还有轮椅，所以我们是很多元的。然后他们是我们今天是派小朋友来，小朋友先出战。对，每一个都跳得很好，这样子。他们都平均这样子学多久的时间？他们有几个月的，也有2、3年的。每一个都表现得很好。对呀。你有没有未来更大的一个目标？他们当然，他们现在是2手舞嘛，他们有机会挑战10种舞这样子。有到10种的哦？对啊，那不会手忙脚乱吗？没有啦，就是一样一样来这样。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训练，除了身体的条件之外，然后还有一些舞序啊。然后因为其实小朋友在记舞步上会花比较长的时间。不是说小朋友会学比较快，是不是？会，但是他们也忘得快，所以他们要一直重复的练习。忘得快，对，这就小孩子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？因为毕竟他们是小孩子，有没有在上课训练当中有遇到一些小朋友遇到不会跳的啊，有挫折就耍赖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闹脾气的？他们都很喜欢，他们都很喜欢跳舞啦，只是。如果如果上课时间比较长一点，就会需要休息的时间，这样就会累了，这样对，很容易疲倦。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跳得越来越棒，加油！阿勇来谈款的那个评审欣赏专业的评审欣赏，我们专业的欣赏叶瑞美老师。哇，我们这群小朋友色彩懂勾追，跳都懂好，懂欢喜哈。因为这个国标舞哈，应该是说舞蹈。儿童是最重要的元素，我们这群小朋友真的是太幸福了，爸爸妈妈送他们来学这个舞蹈啊，这是很懂得栽培，对，这是全世界风行的舞蹈，大家都表现得很好，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参加我们世界比赛，好不好？好哦，非常优秀吗？有，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要向我们的叶老师看齐，常常都去国外表演啊，在各大的那个表演场合，都很棒，很棒。小朋友要加油哦，那我们一起来看分数好不好？好。会不会害怕？不会啦。你们都好害怕哦。不用害怕，老师。好，阿勇，直接按灯吧。看一下，有通过，一致认同。奖金，我们一起来前面的，好拿着，拿着，好棒哦！这个是恭喜你们哦，有钱喽！这个是我们客家电视台为你们准备的，希望你们多多加油，下次再来表演好不好？希望那个欣赏请欣赏，能够用心的去教导。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要多多的去尝试。对，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潜力，也许还没有发挥出来，就靠老师咯。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下一组的表演咯。
上鼓励那个李小朋友。佑丽会用客家话跟我们大家问候吗？会。来。大家好。佑丽今天会有一点点紧张。会紧张吗？打鼓的时候不会，那是他的专业。可能讲话的方面他会比较害羞一点。哦，可是我觉得打鼓是你自己喜欢的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有没有觉得很高兴、很兴奋、很过瘾？有。感觉不出来。他刚刚释放在他的那些打鼓的氛围里面了啦。好，既然他不擅长表达，刚在他打鼓的那种氛围里面，我们看到他的那种释放的活力跟热情，来唱高一下评审欣赏嘛。唱那个孟欣赏来公平一下。新慧老师，刚刚实在本来感觉动感动，这个佑丽10岁那老师想问你一下，你学这个爵士鼓有几久的时间呢？学多久了？1年半。哦，1年半有安的成绩，讲要天分，这是天分哎。要种天分，加几个大家加个层次，做得到强弱也打得很好。老师希望下一拜在某一个场合里，能够看到他个精湛的演出，好不好？下拜老姜不要在前面，不要在前面大家那个肢体动作给他出来，小心下拜我当赞美的鼓手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很棒，你冲鼓你鼓数啦。我们真的舞台，我们就是享受的感觉。我们玩乐器也是啊，去嘎个东西，去嘎一个东西啦。我就是想要表现，可是就是很 enjoy 在这个舞台上面。你讲到这边好像要接入尾声，要叫人家打电话了。没啦。快点的啦，结果就快有拿到奖金哦。来，你3位评审欣赏本那个小阿妹能够一直通过吗？来，3个灯全亮，好不好？奖金。有没有开心？你有没有开心？没有打鼓的，好像真的就会比较帅气酷一点点。酷啦，酷的感觉。对，真的有些人是天生笑不出来的，对，然后有一些人是天生让人家笑不出来的。姐姐，这有2个范例，请大家作为参考。姐姐不是在说你。不要听进去，没关系，不关我们的事。对，来，好了，接下来天师机前面还有青岛，看到一个精彩表演啊，迄上一表演你们才艺发，接下来迄个你的天发，等天发来报名哦。冇错，今日感谢3位评审欣赏，今天嘅表演者有天师机表现给观众朋友嘅视频哦。向前同到飞，大家来上飞，下次见喽，再见。